台湾调控员总结顺相当不满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对2017年的宣布动工，近期嘛增加要1亿的工程款，不过因为一再流标发包卖出去，到达啥物拢看无，并将不止挂布条完成竖起，连过去向地主征收的土地嘛开始出现困难。台湾强烈要求市长一定要突破，唔通互其他人期待成功。伫咱地方布条挂规个，拢啥物人争取偌济钱，拢袂输足肯定迄个所在要来做图书馆啦。土地也拢处置，土地也完全处置啦。徛伫本色，我一直配合市政府，配合文化局因的税数，我拢唔敢加话啦。伫我的认知，我是认为。可能小可有困难，土地遐原的地主当时，予咱台南县政府征收来做他用，做迄个原地迄个运动公园，即摆遐地主知影你要变做图书馆用途有一模一样无？遐地主敢袂提出异议？土地行愿，这个是毋是有困难？市长，你是毋是对这地有真深切、真深入的去了解？困难是对一搭，要安怎去突破？会当真正来落实伫真尔？这个市长，你有后清楚，你起来回答一下，敢无？是，就伊湾根据我了解，当然有的人有顾虑。讲这个用地是不是如你所讲的原来地主对于这个用途的问题有这个意见但是咱根据甲法律专家有讨论过这个部分应该咱是会当合法来处理。另外，已经拍远10几档高达40公顷的新营糖厂如何转型活化？伊嘛强调是地方期待真久的建设，不过因为大糖的态度冷淡，除了热市场的时，动漫园区已经跳票，现在究竟如何赶快伫空中飞？台湾强调，这根本会当建设成台湾好莱坞的资源，所以要求市长甲相关局处甲大糖协商的时，两个硬拢爱来。台南新闻，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